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stair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幾勁嘅 project，就叫做 Ethereum，同呢個嘅 USDE 穩定幣係有關係嘅。咁咧呢個 platform 咧啱啱出咗一日咧，已經有6000幾個人排隊啦，咁啊超級誇張。但係唔好急住走喎，睇埋呢條片之後你就明白點解咁多人去登記。咁呢個 Ethereum 咧基本上係一個嘅 DEX 嚟嘅，去中心化交易所。不過咧佢想做嘅唔止係 trade 啦，咁咧官方講到明咧，佢嘅目標咧係變成一個 DeFi 嘅全能錢包 App， 即係唔單止係 trade 個期貨咁簡單，仲有現貨啦、借貸啦、RWA 啦，即係現實資產上鏈同埋其他嘅賺息策略。不過咧佢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一個速度嘅，佢聲稱可以達到一個10-20毫秒延遲，同埋可以搞到近100萬個訂單。咁呢個數字咧聽落去咧好似呢個 SaaS 嘅，但係咧背後咧又有呢個 DeFi 嘅資金安全保障，即係你可以有呢個速度，但係咧又唔驚呢個資金俾個交易所拎走。聽落咧非常之正喎。而家咧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係一個佢哋叫做 Ethereum Deposit 後補計劃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將你嘅 USDE 存入呢個 Ethereum， 咁咧就可以拎到一個叫做收據代幣 EUSDE。 咁呢個 EUSDE 咧可以幫助你不斷咁樣累積呢個 Ethereum 積分嘅。佢仲有一個非常之正嘅誘因嘅，最高可以解鎖30倍嘅 Ethereum 獎勵倍數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同樣嘅倍數啊！如果人哋1倍，你就可以賺30倍嘅濃縮嘅積分回報。不特止啊！如果之後有其他 DeFi 協議支持呢個 EUSDE， 你可以用佢嚟操作，咁咧分數咧不斷可以放大，即係簡單啲嚟講啊，存得越耐，積分越多。咁咧不過講真咧，幾多倍都好啦，唔代表穩賺冇蝕嘅。大家記住一樣嘢就係，任何嘅 DeFi project 都有風險嘅，特別係一啲新嘅項目。咁就千祈唔好見到有6000幾個人排隊，你就覺得自己唔上車就蝕到喊，結果咧未必係發達，可能係發夢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提早上市嘅話，或者搏一搏個前排嘅名次，至少可以參加一個嘅 white list， 可以拎個推薦碼同朋友一齊玩，邊排隊邊玩嘅。咁 overall 嚟講咧 Ethereum Project 係想做一個全能嘅 DeFi App， 係靠住呢個 USD 穩定幣做一個底層嘅。咁而家咧佢嘅積分制度同埋一個預存計劃咧，亦都可以算係成功嘅初期吸引力所在。如果覺得有趣嘅話咧，可以經過下面 description box 嗰條 link 去加入呢個嘅 whitelist。亦都唔好唔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。有任何疑問記得話俾我知。咁你覺得 Ethereum 係真係有機會挑戰一個傳統 SaaS， 定係只不過係另外一個嘅 DeFi 熱潮？話俾我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